继续来到台中的太平市区，出现一只摆卡猴，而这个电火条啊，甲人家厝的厝顶之间跳来跳去。附近的乡亲是正惊这只猴会甲人攻击，所以这个农业局是拜托着专家到现场来掠猴，但是无遐尔啊简单掠，只会当请民众莫摕物件甲饲，等确定这只猴出入的地点了后，再阁想办法甲掠起来。 哪知哦，你咧生气啊？虽然欠一个脚，不过这只狗真美丽，安尼跳来跳去，看到有人的时，佫会摆出威胁的表情，防备心真重。伊出入的所在是伫台中太平上路这个街仔路，都在电线杆上爬来爬去啊。在地人拢真烦恼，讲这只狗会去伤到人，是讲市区哪会出现狗？原来是附近一个住户的朋友去山顶掠来，讲要架饲的。山上你知道吼，人偷出东西啦，人登掉啦，他就把它关在那个笼。刚放出去啊，放出去，我才有啥啥。民众嘛真无奈，因为狗走出去了，逐工伫附近咧跳来跳去，掠嘛掠袂到。农业局接到消息，派专家到现场去看，人讲这真歹掠。其实追箭或者是诱捕笼的效果比较有限，所以如果民众可以的话，就是如果他不小心跑到家里的话，就先把它困在家里，然后赶快通报农业局。 至今袂使用麻醉枪，即马都要先确定这只狗出入的范围，结果计划要安怎甲掠？提醒太平区的民众，这段时间若看到狗出入，要赶紧通报嘛。提醒讲狗袂使互袂饲，要若无上爱悬，会使罚30万。